三岛市为高雄登陆，台北市的风雨嘛愈来愈大，敢会影响到大巨蛋放闪食暗火力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，目前是照计划咧行，随时看款来调整。另外，大巨蛋继续咧掠漏，目前是搭闸水的铁布咧施工。业者伫玻璃顶头搭铁布，门口也蹲沙包行讲饮水。高雄市正热的连信义区拢无啥人，台北市早起风雨较明显。全台湾连续放2天风台假，对企业主来讲损失真惨重。三餐会理事长林碧芳就讲，若叫员工风台天来上班，1000人的厂房人事成本就要增加500万，也估算若放1天风台假，台湾的经济损失至少是315亿。比较经营 OK 的企业，他就多发加班费可以解决；比较经营辛苦的企业，可能就会有问题。市府是以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考量，所以不管是对于疏散门的关闭以及4县市大家共同生活圈整体的评估，我们不愿意看到有任何意外发生。外界也关心风台来恐吓扰乱将要来的大巨蛋国庆暗会。对此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会继续掌握风台动态，也会甲中央就庆会密切的沟通。因若大巨蛋漏水的问题，根据了解，万雄伫咧厝顶会接棒有到美国进口的防水的 tape， 继续的掠漏。那原则上是做整面的这个铺设，到现在为止，应该前面的这个漏水的部分，现在是有感觉有这个阻漏的状况。那后面有关大概在4楼、5楼的那一个上一次做事情那一件的这个部分，现在正在施工之中。目前我们都还是照原定的计划在进行，也持续跟中央青筹会保持联系，我们会共同来研议，来机动性滚动式的来做调整。三道里风台卡无正班，蒋万安早起到灾变中心主持风台应变会议。根据气象团队的预估，三道里风台正紧就会减弱成这轻度风台，而且台北市是袂伫咧陆上风台警报的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